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咁樣嘅情況？喺公司或者課室入邊，你覺得熱到頂唔順，想開冷氣，但係其他人就話好凍，堅持要熄咗個冷氣。又或者你覺得好凍，想較高啲冷氣個溫度，但係其他人就覺得好熱，直接將冷氣開到最大。再比如，當你同朋友一齊食飯嘅時候，你覺得有一道餸好難食，但係朋友就覺得其實都幾好食啊，都冇你講得咁難食。咁到底邊個先啱呢？到底邊一個先掌握咗真理？Hello， 大家好，我係 Jason， 歡迎大家收睇 J 式會社。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嘅 channel， 呢度逢星期四晚10點會有新片。依家主要分享哲學史同埋唔同哲學家嘅思想，未來仲會探討歷史同埋其他有趣嘅知識。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興趣，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支持我製作更多嘅影片。多謝大家。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如果其他人嘅信念同你唔同，點樣先可以確認自己嘅信念係啱嘅呢？如果向我哋今日嘅主角普達哥拉斯問呢一啲問題，佢大概會答你，雙方都冇錯，因為雙方所講嘅都係事實。但係如果真係咁，呢一個世界仲存唔存在絕對嘅真理呢？喺過去嘅集數入邊，我哋探討咗好多個早期希臘哲學家嘅思想，見證住哲學點樣從對自然萬物嘅探索，逐步發展出更加深層嘅思辨方式。哲學家佢哋大膽質疑傳統，運用理性尋求宇宙嘅本質，由泰利斯嘅水本源論去到德謨克利特嘅原子論，呢一啲思想唔單止啟發咗後世嘅哲學發展，亦都奠定咗現代科學嘅基礎。如果仲未睇過我之前嘅自然哲學系列，強烈建議翻去睇咗先，咁樣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哲學嘅發展脈絡，並且見證人類點樣由盲目信奉神話，逐步邁向理性思考，最終走向我哋今日嘅主題——雅典思想家百家爭鳴嘅時期。隨住哲學嘅演進，思考嘅焦點逐漸由宇宙嘅本質轉向人類自身。哲學家開始探討知識嘅本質、道德嘅標準同埋社會嘅價值，標誌住倫理哲學嘅誕生。而呢一樣嘢正正就係我哋今日即將探討嘅核心問題。今日嘅主角正正就係導致呢一種思想轉變嘅關鍵人物普達哥拉斯。同德謨克利特同埋之前嘅自然哲學家唔同，普達哥拉斯並唔關心宇宙嘅起源或者萬物嘅本質。佢認為絕對嘅真理並唔存在，所有嘅真理都係相對、因人而異嘅，受個人嘅視覺同埋環境影響。因此佢提出咗嗰句著名嘅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呢一句說話到底有咩意思？佢點樣顛覆傳統嘅認識論同埋道德觀？今日就等我哋深入探討普達哥拉斯同埋佢嘅相對主義。普達哥拉斯係古希臘最重要嘅智者或者詭辯家之一。詭辯家呢個 term 雖然今日帶有負面嘅意思，但係喺當時佢指嘅係擅長辯論、教授修辭學同埋思辨技巧嘅專家。佢出身於色雷斯地區嘅阿布德拉。呢一度就係我哋之前討論過嘅德謨克利特嘅故鄉，位於現今希臘嘅東北部。據說普達哥拉斯曾經跟過德謨克利特學習哲學，儘管佢哋兩個可能存在師徒關係，但係普達哥拉斯對科學同埋數學一啲興趣都冇，甚至認為呢一啲領域冇研究嘅價值。普達哥拉斯嘅關注點同佢之前嘅哲學家唔同，主要聚焦喺修辭學同埋辯論學。同我哋之前討論過嘅阿拿克薩哥拉一樣，普達哥拉斯亦都係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利嘅好朋友，並喺當時聲名顯赫。據傳普達哥拉斯收佢學生嘅學費好貴，一堂嘅學費甚至可以買一隻軍艦。佢生活好優雅，着衫好講究，好有魅力，深受當時嘅人歡迎。喺當時佢嘅名氣甚至超過蘇格拉底。同好多早期嘅希臘哲學家一樣，普達哥拉斯大部分嘅著作已經失傳，淨係得返一啲殘篇流傳至今。其中最著名嘅一句係：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呢一句嘢究竟有咩意思呢？我哋一陣將會深入探討。要理解普達哥拉斯嘅思想，我哋必須先了解佢當時嘅時代背景。當時嘅雅典啱啱建立起法律嘅體系，但係社會上仲未出現專業嘅律師，因此辯論術成為重要嘅技能。喺雅典嘅民主制度之下，公民可以參與政治嘅決策，公開發表意見。
因此，法律同埋修辭學逐漸取代對自然現象嘅探討，成為當時嘅人關注嘅焦點。好多後生仔願意俾好高學費，希望向專家學習辯論技巧，以成為優秀嘅政治家。呢一啲教授辯論術嘅專家被稱為智者或者詭辯家。詭辯家最初嘅意思係指博學嘅人，後來就指收學費教人嘅老師。然而，柏拉圖喺佢嘅著作入邊對詭辯家持批判嘅態度，認為佢哋只係技藝高超嘅辯論者，但係缺乏對真理嘅追求。喺雅典嘅民主制度之下，政治家需要公開辯論以獲取公眾嘅支持，因此佢哋要提升自己嘅修辭能力，透過高超嘅語言技巧說服群眾，同時巧妙咁樣掩飾政策背後嘅個人利益。隨住呢一種需求嘅增長，詭辯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專業，專門教人點樣喺言辭上面佔據優勢嚟影響政治決策。喺咁樣嘅政治環境之下，真理唔再係最重要嘅嘢，關鍵係在於點樣獲得公眾嘅支持。對當時嘅統治階層嚟講，影響群眾、維護自身嘅權力同埋利益，遠遠比追求絕對嘅真理實際。例如，某一位政治人物如果想侵略鄰國並將當地嘅居民變成奴隸，佢唔會直接宣稱自己係為咗經濟利益，而係會包裝成為拯救野蠻嘅民族，將文明同埋知識帶俾佢哋。呢一種說話技巧掩飾咗佢真正嘅動機，令到掠奪嘅行為睇起上嚟好似合理甚至正義咁樣。由此可見，古今中外政客往往都係擅長操弄語言，利用詭辯嚟包裝自身嘅利益，令到公眾接受甚至支持佢哋嘅政策。除咗政治因素之外，古希臘唔同嘅城邦之間都有唔同嘅法律同埋規則，令當時嘅人開始質疑正義到底係咪有普遍性。同自然法則唔同，法律並唔係天生就存在嘅，而係由人類社會制定。例如喺雅典，某一啲嘅行為可能被視為正義，但係喺其他嘅城邦就可能被視為犯罪。又例如喺某啲嘅文化之中，復仇可能會被視為光榮嘅行為，社會會讚揚復仇者嘅勇氣。但係喺另一啲嘅文化入邊，復仇就被視為野蠻嘅行為，應該受到懲罰。相同嘅行為喺唔同嘅文化背景之下，可能會被視為正義，亦都可能被視為犯罪。呢一種文化同埋法律上嘅相對性，令到普達哥拉斯提出結論：世界上唔存在普遍適用嘅真理，所有嘅真理都係相對嘅，取決於個人同埋社會嘅觀點。呢一種思想就係相對主義。普達哥拉斯認為世界上並唔存在放諸四海皆準嘅客觀真理。佢嘅經典名句「人是萬物的尺度」清晰咁樣表達咗呢一個觀點。真理並唔係絕對嘅，而係因人而異。每個人嘅認知都係以佢自身嘅感知同埋經驗為標準，冇辦法普遍咁樣將認知套落其他人度。舉例嚟講，想象下你同朋友一齊參觀博物館，企喺同一幅畫前邊，你認為呢一幅畫好靚，好有藝術價值，而你嘅朋友就覺得幅畫好核突，一啲藝術性都冇。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儘管你哋嘅感受截然不同，但係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真實嘅，因為審美係主觀嘅，並唔存在一個客觀同埋普遍適用嘅標準。呢一個例子體現咗人是萬物的尺度嘅思想。由於每個人嘅經驗同埋價值觀都唔同，所以對世界嘅理解都唔同。同克拉克里特仲有巴門尼德主張唔可以盡信感官認知嘅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嘅係，普達哥拉斯認為一切嘅認知都係源自感官嘅知覺。佢反對摒棄感官經驗，主張只有透過感官所認知嘅世界先至係真實嘅。因此真理必須由個人自己去判斷。由於每個人嘅知覺、經歷同埋環境都唔同，所以世界喺唔同人嘅眼中亦都呈現唔同嘅面貌。然而，值得注意嘅係，普達哥拉斯並唔係主張極端嘅相對主義，亦都唔係鼓吹毫無標準嘅混亂狀態。佢認為，儘管法律同埋道德規範並冇絕對對錯之分，但係喺實際嘅運行上仍然有效同埋冇效嘅分別。佢認為，人應該追求對城邦有益嘅行為準則，並尊重優良嘅傳統規範。因此，佢同後期某啲濫用相對主義嘅詭辯學派唔同。普達哥拉斯唔係主張一切都可以任意以為，而係認為社會應該透過討論同埋共識嚟確立合適嘅規範。相對主義嘅核心觀點在於對事物嘅判斷同埋標準因人而異，好多問題可能有正反兩面嘅解釋，而兩者都可能成立。
換言之，世界上並唔存在一個普遍適用嘅客觀真理，只有唔同嘅人基於自身價值觀同埋經驗塑造出嚟嘅理解。因此，無論係關於好壞、美醜定係道德判斷，每個人嘅睇法都可能有所不同，因為每個人嘅經驗都係獨一無二嘅。儘管如此，普達哥拉斯強調，由於每個人嘅感覺對佢自己嚟講都係真實嘅，所以我哋應該尊重其他人嘅觀點，即使佢同我哋嘅認知唔同。唯有透過開放嘅討論同埋民主辯論，社會先至可以做出合理嘅決策，促進共同生活嘅和諧同埋發展。呢一種思想唔單止影響咗後來嘅智者學派，亦都啟發咗後世嘅政治哲學同埋民主理念。普達哥拉斯認為，與其話哲學係追求絕對嘅真理，不如話哲學係一種辯論技巧。佢認為只要掌握辯論術就可以成為善人，即係能夠說服他人、影響社會嘅人。呢一種思維喺當時嘅雅典深受歡迎，亦都令佢成為備受尊崇嘅智者之一。然而，相對主義本身就同佢嘅主張一樣，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相對主義強調善惡、美醜、對錯都係因人而異，令到每個人都有更多思考同埋判斷嘅空間。但係另一方面，亦都有人因此延伸出一種睇法，只要唔影響其他人，任何嘅行為都係合理嘅。呢一種觀念逐漸擴散，並帶嚟兩項重要嘅後果。正面嘅影響係相對主義可以挑戰傳統權威，促進多元嘅觀點，減少偏見同埋獨斷。但係負面嘅影響就係相對主義俾人濫用，令到擅長言辭操弄嘅人佔盡上風，甚至令到政治變到好混亂，因為辯論嘅技巧凌駕於實際嘅問題之上。同普達哥拉斯同期嘅詭辯家高爾吉亞更加進一步聲稱，正確的東西並不存在，就算存在，人類也無法得知。呢一種相對主義嘅極端觀點，令到人開始唔再追求真理，甚至放棄思考。普達哥拉斯嘅相對主義促進咗多元嘅思考，挑戰咗傳統權威，並且拓展咗人類對真理嘅理解。佢用一句著名嘅說話嚟概括自己嘅哲學立場：人是萬物的尺度。意思係真理並唔係客觀嘅，而係取決於每個人自己嘅感官同埋經驗。所謂嘅真理對某個人嚟講係真嘅，但係對另一個人嚟講可能就唔成立。然而呢一種觀點亦都引發咗一個關鍵嘅問題：如果真理因人而異，咁我哋仲可唔可以建立穩固嘅社會道德標準？如果冇客觀嘅對錯，世界會唔會陷入各說各話嘅混亂呢？呢一種思維模式唔單止影響咗當時嘅雅典政治，亦都滲透到現代嘅社會，例如國際政治、媒體甚至教育嘅領域。當人唔再關注事實，而係更加在意點樣透過語言技巧嚟說服其他人，理性討論就會變得越嚟越難。喺咁樣嘅背景之下，教育就會變得更加重要。我哋應該鼓勵學生理解唔同嘅觀點，但係同時亦都要培養佢哋對合理性嘅判斷力，避免落入所有觀點都同樣有效嘅錯覺。唯有喺相對同埋客觀之間取得平衡，我哋先至可以既尊重每個人嘅差異，亦都可以維護到社會嘅秩序。當然，普達哥拉斯並唔係否定所有形式嘅真理，佢嘅主張係所有真理都同人嘅主觀經驗密不可分。以一杯攝氏50度嘅熱咖啡為例，對於生活喺北海道嘅人嚟講，可能只係微微暖，但係對於住喺高溫環境嘅泰國人嚟講，就可能覺得好熱。普達哥拉斯並唔係主張乜嘢都可以係啱嘅，而係指出真理同埋感知者嘅所處嘅情景息息相關。雖然相對主義喺好多情景之下好似好實用，但係其實佢係咪真係適用於所有嘅領域呢？喺道德同埋政治中，政客或者可以主張對你嚟講正義係咁啫，對我嚟講正義係咁樣。但係喺數學或者科學呢一啲擁有明確標準嘅學科之中，呢一啲觀點係咪仍然站得住腳呢？舉例嚟講，1+1可唔可以等於3呢？數學依賴普遍而且嚴謹嘅邏輯結構，佢嘅結果唔會因為個人嘅感知唔同而改變。無論任何人嘅主觀睇法係點，數學嘅定律依然成立。因此，相對主義喺呢一類領域嘅影響力就極為有限啦。然而喺道德、政治、法律同埋文化等等更加依賴詮釋同埋共識嘅領域，相對主義就塑造咗人類嘅歷史，影響深遠。普達哥拉斯嘅思想雖然影響深遠，但係亦都為哲學界帶嚟咗一場危機。
正如柏拉圖喺高爾吉亞篇入邊批評，修辭學並唔係真正嘅藝術，而係一種危險嘅話術，令到無知嘅人睇起上嚟好似好聰明咁，但係就不斷遠離真理。如果語言嘅力量足以扭曲事實，咁哲學嘅使命係咪應該回歸到真理嘅追尋呢？喺咁嘅背景之下，一位哲學界嘅英雄蘇格拉底即將挺身而出。蘇格拉底不畏權威，用對話法挑戰濫用相對主義嘅詭辯交話術，最終更加為真理而殉道。下一集我哋將會正式進入古希臘哲學嘅黃金時代，介紹嗰一位令花言巧語嘅政客聞風喪膽嘅思想家蘇格拉底。到底佢點樣以哲學作為武器，直指社會風氣嘅問題呢？點解佢甘願殉道，只係為咗令人重新關注真理？我哋下集見。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唔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大家一齊探討哲學，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係 Jason，下次見。